都算係經驗老到。23。我13歲開始代表香港出賽，好多嘢都好想食。而家腦海入邊最想食雞蛋仔。頭髮行同有陣氯氣係，如果要諗下游水俾咗咁多其他嘅歡樂回憶或者人生哲理，咁呢啲嘢係遠遠超越過呢啲少少嘅唔好嘅地方。佢叫做江文義 Yvette， 有人叫23歲嘅佢做蛙后。上個月正式達奧運 A 標，將會代表香港出戰里約熱內盧嘅奧運。啱啱佢仲同歐鎧淳、鄭莉梅、施幸余喺4×100米混合泳接力游出排名全球15嘅成績，隨時有多一項入選。雖然今日嘅 Yvette 就算耷低頭落水，光環都唔會掉下來，但原來曾經中意游水、中意到以為自己係魚嘅佢，亦都有過好似石頭咁沉重嘅日子。即係可以出戰奧運，我覺得係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之興奮嘅事啦。呢個係我細個嘅夢想，咁終於都達成咗啦。我會參加100蛙，亦都可能會參加200蛙。我希望我可以入到準決賽或者前8啦，可以展現到最堅嘅一面咯。希望我可以做出啲為香港爭光嘅事。咁4×100運動泳就我哋啱啱喺馬來西亞公開賽就游出4分3秒10嘅成績。一個香港咁細嘅國家嚟講，可以躋身到世界頭15。5月31號之後，如果我哋仲係世界排名頭16嘅話，我哋就會被選去參加奧運。我的為香港幾自豪。我係香港游泳代表隊江文義，英文名叫 Yvette。我諗我3歲開始學游水，細個喺 YMCA 學游水嗰陣時候升唔到班，成日都想游水，成日都嗌媽咪帶我去游水。我中意游水，好似跳咗入另一個世界咁樣，喺水入邊覺得好自由，亦都好中意即係同水接觸嗰種感覺。細個想做條魚㗎。13歲第一次破香港紀錄，16歲100米短池蛙式仲攀上世界排名21，開始有做世界級運動員理想嘅佢，同時考入咗加州柏克萊大學，同世界級泳手 Natalie Cotland、Missy Franklin 等一齊集訓。其實我諗做每一件事都會有好悶嘅情況㗎。當你重複又重複地做同一件事嘅時候，我會諗翻點解我會開始咯，回想翻自己好似個細路女跳入個水度，真係好開心。平時唔游水你做咩㗎？我冇乜太多空閒時嚟，我諗影相睇書煮嘅時候。最中意嘅書啊，諗唔到啊，有好幾本我都幾中意嘅。我可以同你講，我最中意漫畫係叮當。通常都係西餐啊，即係好似 resource 女神，我覺得我唔係女神啊。我係純先係女神，我唔係。真係做翻自己。Yvette 喺13至16歲係香港飛魚，但係喺16歲至到22歲呢6年間，面對住冇辦法突破成績嘅挫敗，佢話覺得自己好似變成水入面嘅石頭咁。咁16歲嗰陣時，100蛙游分8秒4，之後嗰6年冇突破過1分10秒。咁我爭0.1秒去倫敦奧運會。每一次要達標嘅比賽，我諗我開始有少少陰影咯，就好似跌咗落個黑洞入邊。咁跟住去到13年暑假就話我唔游啦，即係游水令到我好失落，好似行
要夾硬拉自己去泳池咁唔係話好瞓得着啦，就有啲似石頭咯，真係喺水入邊咁力不從心。3個月，3個月之後落水嗰陣時候，好似變咗另一個運動員咁樣咯。就唔單止係一個運動員，係我諗係另一個人咯。最大嘅一堂課就係，即係當我做到最好嗰陣時候，其實冇乜嘢可以再憂慮咯。即係享受個過程多於淨係個結果啦。我覺得我個人可以即係開心啲啦，啲成績就自自然然地出翻嚟咯。都係㗎，感恩我有呢個經歷。魚、石頭，今日除咗係無忘初衷嘅細路女，佢就係我哋香港嘅游泳代表隊隊員江文意啦。而家跳落水，我都會覺得係有一大部分係有啲似以前一個細路女跳落水好開心心咁，亦都有一部分係好想為港爭光啦。